怕呀！不会真的召唤神龙了吧？我不喜欢爬行动物。别怕别怕，不是说7颗龙珠能召唤神龙而实现愿望吗？你快想想你的愿望啊！我的愿望，我想不起来，你还是说你的吧。我的愿望是，我想成为比古双双还要红的 super star。王爷！哎，你们哪个组的？哎，别光看着呀，帮帮忙啊！小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派人把独孤先生找回来？木已成舟，就算找他回来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再说了，如果能被你找到的，就不是独孤远了。王爷，王爷，什么时辰了？王爷，不用去了。刚刚探子回报，大王爷孤军奋战，被敌军围困，战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报信？王爷受伤，我们只能先送你回来。混账！我不是说过，拼死也要救大哥的吗？王爷息怒，此去邙山最少也要3天的路程。按照探子回报的时间来看，就算我们能赶到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都怪我，我应该尽早查出二哥的阴谋。王爷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二王爷心思缜密，又城府颇深，就连皇上和皇后都被他蒙蔽。这次若不是你误打误撞，也不可能查出他里外通敌，设计陷害大王爷。伤我的那个人呢？在厢房。御医说他伤得很重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。王爷，大王爷崩逝，皇上和皇后必定伤心不已。这时候还是进宫比较重要。对。李章，你留下，一旦那个人醒来，立刻汇报。是。尹浩，随我入宫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母后，还望父皇母后节哀顺变。妻儿啊，你大哥他……父皇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让大哥死得不明不白。有朝一日，儿臣必会为大哥报仇。三弟说的对，邙山国欺我朝无将。儿臣愿披挂上阵，替大哥报仇雪恨。绝对不行，玉儿已经没了，你们2个谁也不许再跟我提上阵杀敌，不然的话，就是存心和我过不去。想不到二哥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了皇位竟不惜手足之情。若不是看在父皇母后太过伤心，不忍给他们雪上加霜，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王爷，二王爷的野心已昭然若揭，现在是大王爷，难保下一个不会是你。我们还是提早做防备的好。
我从未有过争夺皇位之心。二哥心里应该清楚。可你的存在对于二王爷就是个威胁，不然如何？我怀疑王爷这次受伤不是意外。刚才那人是否已经醒来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审过他的同伙了。一开始还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剧组、导演，还说我们都是假的。难道是疯了？装疯卖傻而已。我只不过找人抽了他几鞭子，就什么都招了。他招了什么？他说他和他家小姐是在游历山水，半路被山贼劫持，山贼起了色心，他家小姐不从，就从悬崖上跳了下来，他也跟着跳了下来。那以你的意思，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看他的样子，确实害怕极了。谅他也不敢说谎。那只能等他醒过来之后再问问了。启禀王爷，人醒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我怎么做梦还是在拍戏啊？姑娘，阿广，孔双双来了我就睡不了了。哎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你烦不烦呀你？大胆，快说，是谁派你来行刺王爷的？哇，好帅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哇，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尹晴柔，在梦里你也太虐待自己了吧！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哎，拍戏的时候帮孔双双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啊，尹晴柔，你也太敬业了，连做梦都是工作啊！不说。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。是。阿广，晴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延辰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请字会死啊！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这破道具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就不啊！血！晴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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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广，看见你真好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说做梦不会痛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痛了呢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
刚才那些不是梦。不是吗？那是真实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围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果，早被几个丫鬟给换了，你才发现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青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顶住。刚刚那些，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。我们，真实的，在王府。王府？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照这么一说的话，确实好像是这样的。我看刚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们剧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，我也没有看到孔双双。哎呀，孔什么双啊？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青柔，你还没发现啊？我们现在，也许，好像，保不齐，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要回家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！